就是在美西方呢，像制裁俄罗斯一样，对中国进行制裁、毁灭性制裁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收复台湾特别在重构产业链供应链方面，那一定要把台积电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抢到中国手里，因为这个他现在要在加快向美国转移要在美国建立6个厂，所以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个转移的这个目标全部实现。第4呢，我们要公开的就是以各种方式呢支持在这个美国集中打压的中俄这个之间呢我觉得要公开的合理的尽一切所能的对俄罗斯进行支援。比如说最近中俄的这个联合空演等等我觉得还可以在贸易方面可以做的更多一些，那么使中俄通过“一带一路”和欧亚，就是普京提出来的欧亚大联盟对接形成我们的战略纵深带，形成我们丝绸之路经济带，那么作为我们的能源安全带那么作为我们的这个今后呢一个重大的安全屏障。